婚林县内是有28座扣水池，分管府全国走大省订定扣水池使用管理要点，规定这扣水池是禁止钓鱼啊、甲游泳，机车嘛袂当入去。若是违规上当去罚款6000，嘛要求你离开。这几年为着因应气候变迁起地的大水灾，婚林县有28座大大小小的扣水池，多数因为自然生态正做鱼仔的生态地，成袂少钓客甲游客去佚佗，却也发生袂少人甲请小客，佮有钓鱼仔等违规的行为。就骑机车来用钓竿钓啊。我们有没有人跟他们劝导，说不要在这边钓？这边有谁？所以大家不知道了哈。村民应该不会理他们啦。婚林县水利处表示，为了排解使用扣水池的纠纷，婚林县大省全国公告婚林县扣水池使用管理要点，县内的扣水池禁止钓鱼、掠鱼、收水等行为。若违法，会照婚林县公园管理自治条例，相当罚6000块。大家莫去钓，你安尼哦，惊人有危险性外安尼款啦。吸引了相当多的游骑人潮。但也衍生了相当多的使用上的一个纷争，例如骑车或是钓鱼的违规的一个行为。那云林县政府订了这种子的一个管理样例，还明确规范了一个使用的守则。水利处表示，县内28大有扣水池，面积达到300多公顷，主要功能除了防止做大水、涉水、甲休闲，即届也明确规范扣水池会当提供学术研究、艺文活动、甲休闲活动等用途。也毋过钓鱼、乌多摆骑入去步道，也是营利的行为，拢是禁止的。民众着细腻莫违法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